大家好，我係 Alice 方，歡迎大家同我一齊學習趣學粵語聲調初階指南 Fun with Cantonese Tones A Study Guide。大家好，而家我哋嚟好好了解粵語嘅6個聲調。首先，粵語嘅聲調好有特色，每個聲調嘅音高、語氣都唔同，就好似呢張表格展示嘅咁。第一聲高頻調讀嘅時候要高而平，帶住一種 mad 嘅無聊感，就好似婚，意思係婚姻。大家跟住讀婚。第二聲北上聲調，聲調要升上去，好似你問人嘢嗰種 really 嘅語氣，粉，意思係粉末，跟住讀粉。第三聲中等放鬆調，聲調平平地，好放鬆，就好似講 wherever 咁，訓，意思係訓練，跟住讀訓。第四聲低落調，開頭低，然後落去，有啲嘆氣嘅感覺，墳，意思係墳墓，讀墳。第五聲驚訝上升調，從低升上去，好似好驚訝咁，嗚嗚，憤，意思係奮鬥嬲，讀憤。第六聲低平調，低而平穩，好似深沉嘅哼唱，份，意思係一份部分，讀份。大家可以多練習呢6個聲調，就會掌握到粵語聲調嘅精髓啦。分、粉、分、份、粉、份。